好，来，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只有短短的8节，我们一起同心开口的来读上帝的话语，请。逾越节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纳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当主，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贼，又爱钱囊，藏去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犹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好，到第8节，这段经文刚好我们刚刚礼拜前所读的那段经文，马可福音其实记载了同样的事情。牧师今天的题目是价值。我们想想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它的那个价值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有什么东西它价值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看到很多人拿手机，手机它的价值会不会改变？3C 产品常常在推陈出新。电视会不会改变？会，因为越做越大，越做越轻薄。汽车，有宾士啊，很贵啊，它价值会不会改变？会，因为只要它一领了车牌号、车牌，它马上就这样折价。那到底有什么东西价值不会改变？有人告诉我，黄金会不会改变？黄金也会改变，会因着一些因素，你买卖价值就会改变。那说钻石的，有一句广告说钻石怎样很久什么，那会不会改变？还是会改变的。既然这么多东西，它的价值其实都是会随着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空背景，它跟着做一些改变。在一个森林里面，在一个山头，一座山里面有3棵树，一棵呢是橄榄树，一棵呢是柏树，一棵呢是松树。有一天，他们都在讲着自己一个很崇高的一个愿望，他想做一个大事。每一棵树呢，对自己的未来都有一个很美的一个梦。橄榄树呢，希望将自己将来呢，能成为一个很漂亮的珠宝盒，里面呢装着各式各样珍贵的金银珠宝。有一天，有一个木匠来了，来砍。在这么多的树木当中，他微微挑了这棵橄榄树，把它砍下来。这个橄榄树就很兴奋，他就在想，木工会不会把我做成一个很美丽的珠宝盒？可是当木工一直在做的时候，他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木工把它做成一个可以装着动物饲料的一个槽在那边。橄榄树它心碎了，它的美梦也破了，他觉得自己毫不起眼，没有价值。相同的那棵柏树他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艘很漂亮的大船，载着国王到世界各地去旅游。同样有一天有个木匠来，也把它砍下来，哇，他就好兴奋，好期待。可是这个木匠做啊做，把它做成一艘小小的船。柏树他也觉得自己很伤心，好失望。然而那棵松树一直长在那一座山的最顶的地方。他一个梦想就是，他要站在那里，好提醒看到他的人，去
赞美上帝创造他的这个很奇妙的这件事情。然而那个时候有一道闪电来了，把他打了，他就倒下来了。木匠也来了，把他捡起来，把他放到一堆废木材的堆里面去。这3棵树，他都觉得自己失去了价值，跟他原本所想不一样，他觉得很失望。这3棵树的梦想没有一个成真。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都赋予我们存在的价值，只是我们常常以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立场，或者是外在的环境，或者是他人的眼光，来确认自己存在的这个价值。其实我们好好的想一想，上帝呢早就为我们预备一切，他所为我们预备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是在叙述着耶稣在逾越节之前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耶稣让拉撒路复活之后，他到了伯大尼，有人接待耶稣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一个发生。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些事情里面，到底是谁在预备呢？牧师最近这几周去关怀桃园荣民医院的安宁病房，我去里面当志工，也成为他们那个安宁病房里面的关怀牧师。它是一个志工的性质。每个礼拜3的下午，我会跟着他们病房的主任、杜医师去探访、去看那些病人以及在病床旁边的家属。这个主任呢，他在跟这些家属跟病人谈话，关心他们。除了医疗上面的处置之外呢，在与对话的中间呢，让这些人知道他们自己身体的状况、心理的状况，同时他也关怀着他们的灵性，也就是说他们信仰的状况。因此呢，在这些对话当中，我听到主任都会问他们一句话，说：“你预备好了吗？”都会问他们说：“你预备好了吗？”这些人听到主任这么问的时候，他们心中都有那种重担或不舍，在这个时候都会流露出来。其实，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无论是自己还是亲人，我们都会有相同类似的一些反应，也就是我们的心情都会很沉重。所以，我们现在叫预备，我们一定会面临到的这些事情，我们在工作，或者是我们在生活中所定的这些计划，我们可以按着这些计划一步一步的去完成。我们可以定了很多的时间表，很多的事项，我们可以按着这些时间表、这些事项去完成这些事情。但是，面对死亡，面对耶稣的再临，这个却是我们无法可以掌握、可以预测他什么时候会到来的。在耶稣还没来之前，上帝让施洗约翰为主耶稣来预备道路。经文这样记载着说，约翰这样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上帝预备了耶稣，要来拯救我们所犯的罪。所以耶稣他知道他自己将来所要面对的这些事情。耶稣在面对接近人生旅程的这个尾声的时候，他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其实是一种很有勇气的一个表现。因为在约翰福音第11章57节的那一段经文的记载，因为那时候的当地的这些当局已经把他当作一个罪犯在看待。上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的人很多，因此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城里面去找到一个晚上可以睡觉过夜的地方。所以呢，伯大尼就是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小镇，
是所有到那边去过逾越节的人一个晚上住宿的一个好地方。耶稣到了伯大尼，有人为他预备饭食。这个大概是玛利亚、马大、拉撒路的家。因为在圣经学者里面，他说马大若不是在自己的家里接待耶稣，还会在谁的家里呢？所以因此，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他们就各自的来准备，要来接待耶稣。我们可以看得到经文的记载，马大在旁边伺候招待，准备饭食来招呼客人。看得出来，他是一个讲求务实、实际的一个人。他能够表现他对耶稣的爱，就是靠着他双手这样的一个服侍。马大永远是这样，经文的看见，他说尽其所能的来接待人。然而拉撒路与耶稣和其他客人一起用餐，也就是在显现在之前耶稣让他死里复活的这个见证。其实在上帝救赎的这个计划里面呢，不论是当时的马大、拉撒路、玛利亚，还是周围的群众、祭司、法利赛人、总督，还是兵丁，所有一切都是上帝要使人明白他的爱。但是我们的眼光常常只关心在自己的身上，关心在那个属世的财宝上面，关心在这个世上的名声地位，往往忘记上帝早就为我们预备一切我们所需要的这些恩典。这就是我们人的眼光。那么玛利亚到底做了什么事？玛利亚为什么要做那件事情呢？我们可以仔细来看，玛利亚是来到耶稣的脚前，她回想到她之前跟耶稣互相交通、互相谈话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是在一个有阳光的日子里面。马大因为服侍而烦躁的时候，那个时候玛利亚学会一样功课，也就是她在耶稣的面前，她将时间眼光放在耶稣的身上，她接受耶稣的教导，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不论是当时阳光普照，还是后来有一些黑暗四围笼罩他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像是拉撒路死的那个时候，他的心破碎了。他觉得他的拉撒路死是他黑暗的时刻，但是他也是匍匐在他的脚前。所以这个时候的耶稣，我们看到经文的记载，已经是过逾越节很靠近受难的日子。玛利亚又再一次来到耶稣的脚前，他知道他要做什么，而且耶稣也解释了我们能够来明白玛利亚她所付上的这个代价。当时有客人来到家里的时候，一进门就有人会打了一盆水出来，为客人洗脚，使他身体洁净。然后呢，就接待客人进到家里用餐住宿。所以当耶稣来到伯大尼的时候，进到这个房子里，玛利亚她心中想的就是要将那个已经早就准备好的那个真拿达香膏拿出来。这是一个很贵重的一个香膏。玛利亚将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并且用头发去擦。这个香膏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去预备，他所付上的一个代价和预备的时间是1整年的，而且是1整年的工资所得，以及他坚持不断的做的这一个心。他为的就是要等待这个时刻，将香膏献上。他不计较那个代价。如果我们爱一个人，我们还跟他计算说，哦，为你付出了多少代价，我想这个就不是真正的爱。但是在这个时刻，耶稣的门徒却看见玛利亚将香膏倒在耶稣脚上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可惜。犹大就出声说，这个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呢？
犹大不怀好意这样的抱怨，其实他抱怨的是香膏那么值钱，可以卖了来周济穷人。但是圣经上记载在《申命记》第15章第11节，他说：“原来在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申命记》第15章第11节这样的记载，他说：“周济穷人是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做的事，而且是我们一定可以做的事。但是，如果我们要向耶稣表现出那真诚的爱的时候，就必须在他被钉割他十字之架之前，我们要表示。但我们要记住一件事的是，凡事要立刻去做，因为很多的机会它并不会回头，错失机会会叫我们深深的懊悔。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好可惜，尤其是在对主的这件事上。我们看到，其实耶稣对犹大也非常的信任。在约翰福音第6章70到71节里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着说，耶稣明明知道门徒当中有一个人会出卖他，耶稣知道是犹大，他还让他去管理那个钱财。我想耶稣是要希望这样来感化他，让他有一个荣誉感。所以耶稣好像是对他说：“犹大，这里有一件差事要给你做，也证明是我需要你来做这件事，我愿意让你来做。”虽然最后犹大使耶稣失望，不过却暗示着我们对一个不小心犯错的人，我们应该信任他，而不是投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我们应该尽量用正面的思考的方式来帮助他，而不是用负面的思考来看待这个人。其实在这犹大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一个试探。如果犹大他没有理财的这个恩赐、这个才干的话，我想耶稣不会叫他去管理这个钱财。所以在一个神学家魏斯科他的解释、他的释义里面，他说：“一个人的专长在哪里，他的试探也在哪里。假使一个人善于理财，那他的试探就是把金钱当作世上最重要的东西。假设一个人他经常居于一个崇高的一个地位，有名声，那他的试探就是他要争取更多的名声。如果一个人的恩赐是在那里，他的试探也是在那里。犹大有理财的恩赐，结果他变得很爱钱。圣经里面还记载着他偷钱，接着呢又为了钱来出卖了他的老师耶稣。那么钱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是谁赋予了它这个价值？我这边有一张1000块，好，近一点的有看到，它上面写玩具便条钞票，它有没有价值？它有没有价值？它没有价值。如果我们用金钱的概念来讲，没有价值。但是此时此刻，它有一个价值，就是让你们认识1000块，让你们认识这一张纸，在这个时候会告诉你们，金钱不是最重要的，每一样事情都有它的一个价值的存在。所以我们常常看外表，如果你看这张100块，这张100块，它是真的，那我们再看看这张1000块，它是假的。我们人常常看的是外表，所以在诗篇里面有说，上主看人不像世人，他看人，我们人看人是看外表，但是上帝看的是内心。因此，我们常常会用外表来看待人。在上帝的计划里面，耶稣很清楚的知道他来到这个世上的一个目的，他也很清楚知道自己必须要完成的这些工作。所以，当玛利亚用香膏抹在他的脚上的时候，
犹大出声说话。耶稣说：“任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玛利亚爱耶稣，他敬拜，所以呢，耶稣就让他这样做。所以耶稣继续说：“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个世上无时无刻都有需要帮助的人，需要别人来帮助他。我们也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但是耶稣在世上的工作即将完成，玛利亚没有那样的一个机会，她可以将香膏再一次的涂抹在耶稣的脚上。所以我们要警醒，这种在信仰上，在教会里面一种属灵的机会，有时候可能瞬间就不见了。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以延误、耽误了我们可以为主做工的这些事情。刚刚讲到，一开始讲到3棵树，这3棵树，上帝对他们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在多年，经过了几年之后，玛利亚和约瑟生下一个小男婴，找不到容身之处，他们最后来到了一家店。这家店的主人告诉他，我们没有客房，所以他们住到马槽里面。当小小的耶稣诞生的时候，玛利亚和约瑟把它放在一个槽中，这个槽正是用那棵橄榄树做成的马槽。这个橄榄树，他当初希望它能装满各式各样的金银珠宝，然而上帝对他有更美好的计划，因为他现在装了最珍贵的至宝，就是上帝的儿子。又过了几年之后，当耶稣长大了，他需要一艘船渡到湖的另外一头去。耶稣没有选择一条又大又华丽的大船，他选择了一条小小的渔船。那艘船就是用那棵柏木做成的。这棵柏树，他当初希望他能载着国王到处去旅游，而今上帝对他有更好的计划。这棵柏树载的就是万王之王。又过了3年，有一群罗马兵丁来到一堆废弃的木头的前面，去那边翻翻找找。松树被选中了，松树想，我可能要被劈成柴去燃烧了。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些兵丁把它砍下来，做成了一个十字架。耶稣为爱世人而钉在十字架，3天之后复活了。这棵树见证了最伟大的事情，而且如今仍然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诉说着上帝的爱与怜悯的这个故事。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这个计划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大更美好。即使我们还不知道，还不清楚，没有关系，只要我们愿意给上帝一个机会，让那个美好的计划就能向你我来展开。那我们要如何来回应上帝的这个计划呢？其实从创世纪开始，人类在伊甸园里面违背上帝命令的时候，上帝的慈爱并没有因此而离开，反而是透过各种的方式要人悔改，并且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一直都在，上帝呼召我们与他一起同工，要将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让每一个人都听见，都看见，然后来信靠他。而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呢？我们领受了恩典，我们受呼召，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唯一的使命就是传扬上帝的福音。上帝透过许多信仰的前辈，用各样的方式，将这个信仰传承了下来，使我们今天可以领受到上帝救赎的这个恩典。
所以我们必须跟随着耶稣的脚步，延续着信仰前辈的这种传福音的热忱，用上帝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将福音继续传给在台湾、在桃园、在你家的社区、在你身旁的这些人。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来做传扬福音的工作。教会里面有许多对内的训练的课程，还有宣教的一些事工，让我们可以先接受装备，然后呢，参与在各样事工的服事里面。青年里面，青年的事工有很多的活动，所以是要带领那些年轻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让他们认识耶稣。今年社区里面也有一些事工，是要展开一个戏剧的宣教，或者是透过不一样的方式让人来认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教会的各样事工里面，我们可以一起同工。所以不论在何时，当有弟兄姐妹邀请你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有份参与在上帝救赎的一个计划里面，更是将上帝赋予给你的这个生命的价值，完完全全的显现出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机会。接下来的这一周是受难周，我们透过每天的读经、祷告，教会推展的禁食、灵命操练，是要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再一次去思想上帝救赎的计划，以及给予我们的这个使命。我们就要用行动来回应它。这个行动就是参与在教会的各样的服事当中，参与在上帝传上帝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事工上面。我想请各位把眼睛闭上，回想一下，思考一下，当你成为上帝儿女的时候，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是否确认自己已经在上帝救赎的计划当中？在这个计划里面，你曾经做过了什么，来回应上帝这个恩典？若是还没有，请你可以看看，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事工，有许多的服事，不论它是对内或对外，你都可以来参与。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有份与你一起，在你救赎的计划当中。在过去的这一段日子里面，感谢你一步一步的带领着我们，让我们有份于你的恩典，也让我们的生命每个时刻、每一个脚步都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有软弱，但是我们依然仰望着你。求你继续带领着我们，让我们参与在每一样的事工上面。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价值，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有可能像那3棵树一样，做着一个梦想，但是主，你要给我们是加倍，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亲爱的主耶稣，此时我们要回应你的恩典，我们要来回应你，求你来使用我们，让我们有份于在你传扬福音的事工上面。因为你早已将那无价的至宝放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的名字刻画在你心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创造的，都是在你的眼中。我们可以做的，不是因为我们的势力才能，是你那奇妙的恩典。虽然有时我们会软弱，会跌倒，但是你一直用包容，不放弃我们。你用你的慈爱紧紧地围绕着我们。我们要赞美你，你那宝贵奇妙的大爱。